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长法师，是冲会的正地古仁国际的弟子。那很快就再继续跟大家再见面了。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介绍的是格西阿旺达吉针对就是马明大师或者马明菩萨所著的这个上士50颂的一个论释。由于这个版本呢，目前还是我们所找到的，就是目前还是英文版，所以我基本上是在跟大家用中文去跟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内容。那刚才的内容呢，主要说就是列举很多大师过去的大成就者和大师们，针对上师一子心的一个如何牵进世师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一种这高度认同和鼓励。那这里举的是刚才举的一些例子呢，就包括那罗巴啦、帝罗巴啦、弥勒日巴啦，包括金刚总师本身啦、宗喀巴大师啦、释迦仁波切啦，这些都是很重要还有阿底峡尊者、众敦巴。那这些都是在佛教史上呢是非常有名的大师，而且他们对佛教的贡献非常大。但是这些大师呢都异口同声说，一切的成就其实都来自上师，所以上师一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既然就是格西这一位阿旺达杰，他在后面呢，他就说，那既然每一位大师这么多有名的大师都说了同样的话，那我还能够说什么东西呢？那其实就是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那就是说他是完全认同的。而且呢是说，如果没有上师呢，是不可能有佛的，因为佛的出现因为上师，佛其实是上师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划线。那如果没有上师的话，就不可能有佛，这是他之前说的。那我觉得刚才这样子的分享呢，可能因为我直接只看着这个英文的内容，直接在用中文的解释，这样子可能大家可能有一点混淆，就是说到底哪一些是我自己本身说的，哪一些呢是就是原本的内容。那我现在开始呢，我觉得我会跟大家就是还是一样一段英文一段中文的来解释，这样子大家可能比较不会那么乱。那刚才讲的就是Homage to the Bhagavan Vajrasattva， 那一个呢，它的意思就是敬礼世尊金刚萨埵。然后在这里呢，接下去开始介绍第一颂。这个第一颂呢，它讲 Bowing in the proper way to the lotus feet of my Guru, who is the cause for me to attain the state of glorious Vajrasattva. As a condensed, I explain in brief what has been said in many tantric texts about Guru devotion. Therefore, listen with respect. 那这个呢，中文其实中文翻译有好一些。那目前呢，在克什亚佛教中心，我们使用的中文翻译呢是这样子的：能得吉祥金刚心地印，次第顶礼上师莲座下，拜师无数根本清净内，重点少集说此应礼听。这刚才的，就是刚才我念的那个的英文呢，就转成中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具体的意思怎么样呢？我们再往下看。The best way to gain the high realizations or pure abodes of Vajrasattva or Vajradhara, the doorway to this is to cultivate the Guru who can make us there. Therefore, he makes obeisance to his Guru's lotus feet. He touches his forehead to the lowest part of his Guru's body. 他说，我们要得到就是能通达正见，或者能够到金刚萨埵的金刚总持的他的净土呢，这个门呢，其实就是培养出真正的一个上师机子心，因为只有上师呢才能把我们带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呢，我们应该常常就去怎么讲，就是顶礼在上师的莲座下，或者是用我们的额头去碰触上师身体最低的那个部分。Ashwagosha then says that
Having made obeisance in this way, he will now tell us about the 50 verses of Guru devotions. The 50 verses that show us how to cultivate proper Guru devotion, which is the root of all insights. He also says that what he is about to write is not his own fabrications, but is in accord with the tantric scriptures written by Vajradhara. By taking the essence of these scriptures, he will now write these verses. 那满明大师呢，他就介绍就是说，他就会开始呢，就跟大家解释关于这个上师一子的上师一子50颂的的内容，那就让我们就是显示给我们看怎么去培养真正的上师一子心。那因为上师一子呢，其实是一切成就的一个根本。他同时也说呢，他即将写下的一切，并不是他本身所捏造出来的，而是根据密续经典里就是写出来的。而这个密续经典呢，其实是来自金刚种子本身。With respect to cultivating proper Guru devotion, as it is said in Al-Labrim, the disciple who wants to attain liberation or enlightenment has to cultivate proper Guru devotion. As we all desire advantage, and none of us wants disadvantage or loss,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to do. We have to cultivate proper Guru devotion. 那就像在《菩提道次第》里所说的，一个弟子呢，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一个解脱或者证悟呢，就必须拥有正确的上师一子心。因为我们所有呢，每一个人呢都希望得到好处，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希望不好的或者是亏损的，所以呢，唯一能够做的是，我们必须能够去培育真正的上师一子心。那第二颂 ，Introduction to the Explanation, the way to 这个就是。那第二颂呢 ，All the Buddhas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siding in every land in 10 directions, have paid homage to the tantric masters from whom they have received the highest initiations. Is there need to mention that you should too? 这个在中文呢，它的意思，找一个中文版本。那这个中文呢是所有十方世界中佛及菩萨30世礼拜金刚20里灌顶大上金刚士。他说，就像过去30的佛，都十分尊敬自己的上师，就是尊敬的，就是他从谁身上接受灌顶的话呢，就是他的上师。那他们对这些上师人都十分尊重，也就是30的佛都对上师非常尊重。那同样的呢，我们也应该就是对他们加以尊重，并培养真正的上师一子心。而且说呢，如果我们只对给予我们灌顶的上师，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是针对给予我们灌顶的上师，就是正确的一子心，我们应该把所有我们应该对给予密续教诲的上师呢，也同样的应该赋予他们同样的一子心。那这是宗喀巴大师所说的。那对不起，刚才就是说的有点乱。他说我们不应该只是给
就是我们的上师一子的这个精神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其实并不是只是给那个授予我们灌顶的人，那所有传授我们密续教诲的上师呢，我们其实都应该对他们拥有同样的一个一致性。这个是宗喀巴大师说的。So it mentions here receiving the highest initiations from the Guru. Just because a vase is put on our head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we have received the initiation. Initiation should be given, as the Tantric scriptures state, by having its meaning explained, the initiation we have achieved and the path that we have the karma to follow. When we have gained all this knowledge, we have received a proper initiation. 那所以这里也说呢，这里说到的是从上师那里得到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灌顶。他说什么叫灌顶呢？其实并不是说在你的头上呢放了一个什么法瓶之类的，那就是得到灌顶。那真正的灌顶呢，其实是应该就是根据密续经典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那就包括我们所接受的灌顶，以及我们就是将会去跟随的这个做法。那当我们已经有了这些知识过后呢，那就表示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灌顶。Initiations are of three types: causal, to ripen our mind stream, pathway through which we progress towards enlightenment, and resultant into the full enlightened state. The initiation referred to here is the causal one, which is a bit different to the four initiations: faith, secret, wisdom, and words. 他说灌顶总共有3种，一种是根，一种是那个根灌顶，其实是要成就我们的心上去的。那另一个是道，就是道灌顶。道灌顶是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朝向正悟的一个道路，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灌顶。那作为一个总结呢，是果灌顶，也就是说到了真正的一个圆满的一个正悟。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proper Guru devotion is stated in the 17th chapter of the Guhya Samaja root text, Root Tantra, which has 18 chapters. 他讲培养真正的上师一子心呢的重要性呢，在就是密集金刚的根本序里也有提到过的。第3颂。3 times each day, with supreme faith, you must show the respect you have for your Guru, who teaches you the Tantric path, by pressing your palms together, offering a mandala as well as flowers, and prostrating, touching your head to his feet. 这个第3颂呢，中文给大家念一念。最胜意乐30时，合掌持花曼达拉，供养世尊咕噜师，顶礼恭敬皆主礼。他说，过去的佛呢，过去30的佛呢，都对金刚上师每天行3次的礼拜，早上、中午和下午。这里显示说，我们本身呢，也应该要培养出同样的一个上师意志性。那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这一个。这个颂呢，它也有用一种普遍的方式来形容我们应该怎么去供养自己的上师。那供养上师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双手合十，尊敬的合十。供养曼达拉和鲜花，并在上师的就是他的莲珠之前呢，恭恭敬敬的去顶礼3次。Once we have received an initiation, we have pledged or given our words of honor to offer a mandala to our Guru 3 times a day. And it's great transgressions if you forgot. However, this pledge is fulfilled by reciting the 6 second yoga daily.
six session yoga daily。他讲，当我们得到了一个灌顶呢，我们就应该去怎么说呢？就要能够去履行我们的一个承诺。那每天呢3次要向我们的上司行曼达拉供养。那如果说我们忘记这么做呢，我们的修行呢会严重退转。那然而呢，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呢，我们是可以每天行6次的一个瑜伽法来完成的。那前面刚才给大家就分享介绍的是上师一指心，就是上师50颂的前面3颂。我想可能刚才的解释，因为是现场在看着那个英文的在解释的，可能是解释的有点乱。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其实可以提出来。如果不懂得提出，连问题都不懂得提出的话呢，其实也不妨跟我说一说。好的，这一节分享可能短一些，不过暂时到这里为止。我们分享了3个颂，那主要讲的是第1颂、第2颂、第3颂，讲的是我们应该去顶礼我们的上师，而且呢，就必须是十分尊敬的去顶礼，因为上师是我们一切成就的一个根本。因为既然就是过去的佛30的佛都这么做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好，那暂时就到这里，我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再继续分享。那结束之前，也让我们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使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事，所示佛法心要诸身教。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士，我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语，是令安止是佛地。愿火亮冲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此其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3世，以此相属2之语，祈愿上人生活，教化有助，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故，妙善法也普及遍十方，聚光教法，上离教法聚光照三业，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好的，谢谢大家。